我想要念迄个杨荷花，我念五句话，信息的第二首，450首啦，回应诗一首，来做信息。对，继续。大家新年平安。平安。特别伫即个代有足侪代志发生吼，咱会当互相讲平安，迄个感触吼诚大，迄个感触诚大。开始今仔日的祈祷会，咱用即首《杨荷花》我坚固就寒。用即首诗，咱大声来读伊的歌词，咱做伙来读来请。杨荷花，我坚固就寒，帮助我，各做原来保护所在，扶持我，世上危险哪准防护，助你信手达时辅助，点你实地安稳照顾，有保护。俗世享乐富贵最外，气杀你！杨荷花求你帮助我，幸无你，拄着有险灾难迄时，剩你信手扶持保庇，求你赞我坚心决意，应靠你。世上亲像云雾暗暝，满山雨。天后天光清早的时，命之你，迄时以后无起风浪，赐愿平安，会得太平，大声呵乐，地主人情，永无停。咱要用即首《杨荷花》是我坚固就寒。特别咱知伫即个世间有侪风景。大患难伫即个礼拜内底，咱看到土耳其甲叙利亚即两个国家发生迄款的动荡啦，迄个心咱袂当想象，因为你若是无经历过我有朋友因捌经过91大地震，所以伊是伫迄个大灾区内底台语遐，所以伊讲伊若小可地震，伊的心就足惊，因为心内底迄个惊吓会搁去会搁去鸟出来就对。当迄个时阵，伊还搁读高中的时，伫迄个灾难，逐工通过拢闻到啥物味，闻到遐救无出来的人，尸体伫遐迄种尸臭味所以伊讲迄种味，甲迄种的惊吓，就伫伊的生命内底掺杂，所以若小可地震。伊就会惊，就敢若小可地震，迄个物件就会切出来。原主保守人民咱，特别伫虽然咱拢平安，咱拢诚平安，伫杨荷花的保守内面，总是咱毋知意外甲明仔载，
一天来宣告，对无？我听到即句话是讲，迄句话是，若是顶礼拜2月初3吼，就已经过个礼拜啦吼。我是最听你的真听的即句话，你做爱讲即句话。伊话敢明仔载，毋知按时啦。伫即礼拜内底，咱有一个100回老师会，嘛过往遮咱讲100回诚好命吼。总是伫尾后迄几年吼，嘛是伫厝内面每一摆去来探访的是目睭拢客客。无在了天金吼，嘛是一个诚会当讲诚安稳，总是对厝内面的人嘛是一个诚积活啦吼。伫昨昏，一个少年牧师，我的学弟比我2年吼，伊印度时早上加50岁尔。昨昏中到伊伫伊的册房倒落滚落，然后就死去了吼。运动中过一个少年的男牧师啦吼，男性伊的太太嘛是牧师吼，所以互人感觉讲，人的性命真歹安算。这个少年牧师嘛，知影伊是啥物款的情况吼，的原因就是不明吼，所以爱需要爱做调查，所以咱即摆来用即首诗歌了后，去进入咱的祈祷会来。是啦，主阮伫即个世间有侪侪灾难风景，也有侪侪意外。主阮伫即个中间生活，阮的心时常是提心吊胆。主啊，愿你的平安伫阮的内面。虽然阮毋知明仔载会安怎，总是阮知影的，就是你无离开阮，你要甲阮同在，你要引带阮。而且你要真侪阮坚固的掌舵，主啊，所以阮就投靠你，因为这个世界一切拢会改变，这个世界到尾拢要消灭，总是只有你永远到永远，就是阮的主。主啊，阮伫你的面前也少年，即边伫托尼基甲苏利亚所发生的大地震、大来的灾害，主啊，伫遮阮嘛纪念。伫你的面前，阮过往的兄弟姊妹，主愿你来纪念因伫你的面前的着我，纪念因伫世间的日子，也互阮伫即个中间也通学习，就是紧紧来分对你，每一天分对你，时时刻刻要注意三角地带，感谢主，你真侪阮的贵人，你真侪阮的帮助。你是阮困难中避难所，主啊，阮的心要努力来靠你。
求你来带领，会永远短短一日祈祷的时间，互阮伫祭坛顶甲主你面对面，祈求你的荣光，来祈祷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下面咱要来读一段圣经。这段圣经伫启示录的第7章9节到17节，看得清楚。一段吼，来，咱做伙来读吼。现在来译文，请。后来我去看，有看见一大群人，无人会当是圣经的小白。是对逐国、逐族群、逐民族，讲逐款语言的人来的，拢徛伫宝座甲香膏的面前，穿白衫，手拿棕树枝，因大声喊，愿拯救规日坐伫宝座的咱的上帝，嘛规日香膏。所有的比赛拢徛伫宝座，张罗甲世个华美的手艺，因伫宝座前面趴落去敬拜上帝，讲阿门。愿上赞、荣光、利位、感谢、尊贵、关联、贵来，为咱的上帝，到永永远远，阿门。张罗中有一个问我讲，这个穿白衫的是啥物人？因对倒位来，我应讲，先生，你知？后来伊甲我讲，这个人是经过大灾出来，因有洗净的衫，用好的水洗到来。所以，因伫上帝的宝座前面日，第36节来。所以，因伫上帝的宝座前面日，伫伊的圣殿服侍伊，坐伫宝座迄位要保守伊，因袂对腰，袂对水干。日头甲阳日拢袂伤害因，最后伫宝座中的香膏要做因的牧者，伊要带因到外名水的山原，上帝要对因的目睭失去拢总的目屎。咱今仔日读这是启示录。顶边我嘛带咱读过启示录，启示录是约翰伫年老的时90几岁，圣神启示伊所写，写的内容是啥？就是一个预言，就是咧讲一个末日，讲到末日。所以到底什么时阵末日要来，咱毋知，总是对耶稣出世，就已经伫末日的内底。所以兄弟姊妹，咱爱有一个准备，咱就是伫末日的时阵咯，伫末日。将来，毋知是咱来生，离开这个世间，末日再来，也是末日来，咱伫迄个所在被废弃，所以受提起的时阵，咱逐个会到上帝遐的，拢是有一个圣神的确认，所以迄足重要，迄足重要。所以咱读圣经，就是求圣神甲咱同在，开咱心内的目睭，华丽这开我们的心窍，开咱心内目睭，互咱知影，到底圣经是咧讲啥物？圣经是咧讲啥物？上帝的话就是成做迄条道路，道路的意思就是方向。所以咱伫这个世间毋是干那要有食清凉教育，有稳定，无破病安尼啦尔，毋是安尼的教育，就是要有一个上界尾后的方向目标。迄个目标就是咱要到永远的上帝啊！到底伊的心意伫咱的心上是啥物？所以每一个人伫这个世间，拢会当亲像一拍的光灯共款。若是安尼，咱是称做一个跟对耶稣的学生，就是门徒。所以这个门徒甲信徒有共款，牧师嘛常常
伫遐咧强调。所以面对着咱看今仔日所读的遮个圣经，伊就咧讲到尾后啊，到尾后，因为上帝把迄老约翰带伊互伊看到这个异象，伊讲我看规大群的人。弟兄姊妹，但你若读圣经读到遮个时，你的心爱有一个幸福，讲哈利路亚，主啊，我就是要伫迄群人内底。 对无？迄就是讲将来伫天顶，要有几偌群的人，袂当算伊的笑话。上帝的拯救，吼对逐国、逐族、逐民族、逐款语言的人来，拢要徛伫宝座前，甲羊羔的面前，穿白衫，手举棕树枝。还佫会记哩啥物叫做穿白衫无？吼，有一首圣诗，你点有洗你的衫白白。 吼，亲像说，是靠羊羔的保护，所以咱就是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的保护，互咱不时，咱这领衫拢会当白白。意思就是讲，我这个人虽然会犯罪，虽然会着答，虽然会忧伤、会艰苦、会乌暗的中间，总是我靠耶稣基督，我一天一天拢要换心，搁来手举棕树枝。迄个棕树枝的意思就是学老，对无？咱搁偌济着看遐个所有的人。 吼，伫搁偌一个头前，棕树节就是举迄棕树枝咧学老，吼，所以棕树枝代表学老，所以咱的生命内底充满对咱的主的学老。你看到尾后，徛伫主的面前，逐个大声夸讲，来，咱做伙来读这黄色的字，好无？来，愿拯救归伫这，归伫这伫宝座的咱的上帝，嘛归伫羊羔。 意思就是讲，拯救归伫咱的主上帝，拯救嘛归伫拯救咱的羊羔，拢对你遐来，无有人有在了拯救咱，啊，所以大家拢安怎？看落去敬拜上帝。所以啊，弟兄们，敬拜上帝的生命，诚做咱伫世间每一天咱所爱做学习的，吼，有患难，有艰苦，总是伫迄个中间无失去敬拜。 顶工有一个人甲我讲，牧师啊，啊那安尼吼，咱去你到天顶拢要敬拜，哎，足无咧我讲，嘿吼，啊我甲伊讲吼，我想吼一动袂啦，因为吼天顶足大个，啊你毋是讲你要去问台面，问讲吼伊哪会安怎吼，啊所以吼其实吼，而且1000年亲像一天，吼，所以迄款的环境。 啊，甲迄款的空间，甲咱无共款，吼，伫迄个展厝内底，吼，所以会无聊嘛？袂，总是你若伫世间无先过着迄敬拜的人生吼，真正你去伫面顶足无聊，因为你毋知影要安怎敬拜，讲，啊来遮嘛咧学老，啊嘛咧敬拜，吼，啊所以其实敬拜就是咱伫世间吼会当思想，所以若有遐个敬拜的时光。 啊，而且嘛，咱知影时光有敬拜的时光，甲祈求的时光无共款，吼。所以迄款特别敬拜的时光，就是学老上帝，也是讲上帝，拢用上帝诚做用耶稣诚做起头，迄就是关系主的属性的歌。迄款的时光，你会当记伫心内。啊，若是有我迄种的大部分，就是咱人的祈求，吼，迄就是搁较。 毋是到敬拜的赞处，迄是祈求的吼，所以总是你若知影讲上帝是大家敬拜，然后上帝的属性，安尼你就吼，你其实就会落在那个只有主啊，我的这个赞处。好，来，咱做伙来读12节，来讲，阿门。万上在，阳光地位，感谢尊贵，万灵溃烂。 归于咱的上帝，到永永远远，阿门。七个咱的上帝的属性，你会当甲背起来。但是你爱去想，到底啥物叫做上赞？上赞，阳光就是荣耀，上赞就是啥？上赞就是学老。哦，你无学老别个生命，你就是学老至悬的上帝。 上赞、阳光、智慧，哦，你三个背一个，过来就是感谢，因为上赞咱，过来感谢尊贵，主是至高至尊，
过来关联，关联就是有迄个宽势，有迄个臃肿，吼，然后有那个气势，吼，迄个关势、关联，过来到气力，气力会当做任何个代志，为伫咱的上帝到永永远远。对咱来讲，有限的人无代表受永永远远的代志。吼，咱讲一只虫，干活一工的时阵，你就无法度想象讲，迄一只龟会当活到几百年，对无？所以对伫咱有限的人，咱嘛无代表想，总是咱知影，上帝伊就是到永远到永远。所以伫遮，过来咱看伫遮讲，哇，这个人是从倒位来啊？这个人是经过大灾难，而且俄罗敬拜上帝，最后伫咧宝座前，伫遐咧俄罗的人，就是对大灾难出来的。然后因拢有洗因的衫用羊羔的血洗到白，吼，伫这个中间，互咱看见，到最后会当徛伫主的面前，伫遐等坐，才会受救赎的人。毋但是伫世间得救，然后因伫即个过程的当中，一直挖好出到伫最后的抗战。所以咱伫遮佫看着讲，所以因着伫上帝的宝座前，每日伫遐敬拜、服侍圣殿，伫圣殿内底咧服侍上帝，坐伫宝座迄位要保护因，伫遐继续伫遐保护，然后伫遮讲，因袂阁枵，袂阁喙干，日头到阴大拢袂伤害因。这是一个对咱来讲，咱伫世间，咱就是会枵会喙干。伫即边，咱看伫迄个讲土耳其吼，可能伫伊迄大楼顶吼，有一个囡仔有无？到最后伊互救出来。迄个囡仔足细汉的，我会记毋知伊3岁还是5岁。伊伫遐，人听着要来救，已经3天啊。伊甲人讲，我要啉水，我要啉水。兄弟姊妹，喙干，咱若是无水好通啉。其实咱就是咱无食了，会当动啊，无水吼，就会死去吼，会较紧死吼。所以咱无阁枵，无阁喙干，日头到阳怎吼，袂伤害因。这就是讲大自然，遐个咱人为的伤害，咱会袂阁伤害咱啊，吼，会保守咱，而且咱的主，咱的上帝，耶稣基督要做咱的牧者。感谢主，毋但是伫世间做咱的牧者，一直带咱到伫天顶，有缘照顾咱，要带咱到活命水的泉源，有好无？感谢主有够好的，但是这个好毋是到天顶就有，而且就会当啊，安尼知影无？所以咱会当读到讲，将来上帝要对活命水的泉源赏赐互咱，但是咱即时。若伫主的面前时常来向伊恳求，咱甲主的关系内底，伊就将迄个活命水的水泉，互咱会当来等着。所以圣经内底讲，投靠耶和华的人有福气，因为伊所有的好拢对伊遐来，伊无一项歹互咱，而且对遮讲要刺激咱的目睭，拢总会目屎。所以伫世间无着咱拢有目屎。总是咱知，到最后主，互咱伫伊的面前，一气拢总会目屎。但是咱要来学乐，学乐上帝是对永远到永远的主，上赞荣光、智慧、感谢、尊贵、关联、能力，拢总是属于你，快乐拢总是属于你。咱做伙开声来感谢学乐咱的上帝。哈利路亚，主，我感谢你，因为你是我的主，对永远到永远。对古早、现在到将来，主啊，感谢你，我尽量要换给你，因为天顶地下只有你是我的主，无有别个名，互阮会当来关靠。主啊，阮的心要拍开来娱乐你，称赞你，万国万百姓也拢要来标记你，要将一切的敬拜拢来归乎你。主啊，虽然伫患难的中间，总是阮的心也归向你讲，主啊，感谢阿罗你，愿一切的恩德拢归乎你，因为快乐对你遐来，因为关联上帝你，主啊，感谢你对地位也对你遐来，阮一生拢要来敬拜你，阿罗你，你堪忍得着即款的敬拜，你的名字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阿罗，感谢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过来。咱要为着，为来祈祷，就是讲，虽然咱目前
无啥物大灾难，但是检测伫你的生命内底有一寡碎的灾难。所以咱伫艰难的中间，要有信心，有信心，成做咱的印记。咱要用羊羔的血洗清咱的洗清咱家己，时常伫主的面前会当来挑战。咱做伙伫这来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阮献上阮家己，主啊，求你来洗清去阮所有一切的污秽垃圾，无互遮个来成做阮的美化。主啊，阮就是要来调理你，虽然阮的性命的中间有灾难，总是阮犹原要来倚靠你，因为独独你是阮的救主，我无要投往这个世界。主啊，求你来救阮，求你来成做阮的倚靠。主，阮感谢你，耶稣基督你的宝血，成做阮的帮助。伫你的宝血内面，阮会当洗清去阮的前罪，无阮所穿的青衣的衫，犹原会当退回伫你的面前。感谢有你，给你一段的美丽，互阮会当继续徛在迎面一当的大风景的中间来献上祈祷，感谢耶稣的名，阿门。来，咱要来为着土耳其甲叙利亚的地震的灾害求主来引领拯救，也互即两个国家因有两个心会当来接受主耶稣。即两个国家其实就是伫保罗伊的传统应该是头仔拢物件，但是到即摆，迄个中间所有的穆斯林就是信咱所谓回教即摆较无讲回教穆斯林教这个部分足侪特别迄恐怖分子嘛是对叙利亚内底足侪所以伫因的国家内底就是原上帝来保守来为即两个国家来祈祷。所以阮伫你的面前，为了土耳其甲叙利亚国家的灾害来献上阮的祈祷，愿主你来引领这个最的以色列通过各国大家3年的抗战，主啊，求你也引领这两个国家，互因的心来接受主耶稣，成做因的抗战，互因从这个受灾灾难的时候，因当经历到伊的痛苦，伊的经历，伊的体会，伊的努力，通过世界各国的互相抗战，互阮真正伫你的时阵，阮上帝永远同在，阮伫你的面前为这两个国家诚心祈祷，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最后，咱要来宣告羊羔的大牧者要一直来引带咱经过流目屎的山谷，要加添咱的贵力勇气，有活命水的泉源，要为着咱平凡。咱伫世间的人生，的确要完成上帝所交托咱的。上帝交托咱每一个人，拢有一个计划，所以咱毋是单食饱穿好、顺时平安安定，就是有一个计划，成做伊的学生，甲伫这个世界，伫咱所住的所在，拢会当，就是伫遐会当引带过另外一个人，引带人过来成做主的学生。咱三甲为这来宣告的祈祷，主，阮伫你的面前来宣告，你是阮的生命的大牧者，主啊，你也的确要一直引带伫阮每一天的生活的里面，虽然有遐的艰苦、流目屎的艰苦灾难，总是主愿带好你，经过这所有的山谷、风雨，这流目屎的山谷，主，你要加添阮贵力、勇气，要有活命水的泉源，为着阮平凡，互阮的生命一直都有你的活水泉来冲出来，互阮伫世间的日子所经过一切的艰苦，伫这冲出来的活水泉、活命水，拢来洗清去。哈利路亚！愿荣耀来归乎你，主，阮拢要诚做你的学生，的确要完成你所交代、交托阮每一个人伫世间的任务。感谢你，阮会当活落去，就是上帝你的恩典。阮继续活落去，就是要来完成上帝你互阮的交托。阮伫你的面前献上阮的祈祷、委身、宣告，拢是奉靠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感谢主，愿上帝伫
即款特别的时期吼，当然咱每一个家庭姊妹，互咱伫信仰的顶面，搁较知要安怎来奉主来求，但是信仰的顶顶面，然后咱继续准备平安日。